来看台电今仔宣布讲，台中的火力发电厂2025年甲2026年会有2台小天然气的机组加入发电哦。佮加上台中港某1台天然气机组会开始运转，预计会减少使用至少100万吨的土炭。台电嘛强调讲，因会来拆掉2个小土炭的机组。日头赤洋洋来到高美湿地桥本所，台电日志伫全台湾的海外线开展联合拼海报的活动。台电代理董事长，也就是经济部处长陈文生，嘛宣布台中火力发电厂转型的计划。以到2025年开始，2档内台电会有2台小天然气的机组，另外还有1台中价民营的机组会开始放，时效就会当减少上无100万吨的土炭。上来商转之后的隔年，台电公司将会减煤至少100万公吨以上，台中电厂的燃煤总量一定会降到1100万公吨以下。台电强调，到2016年，台中火力发电厂一年小土炭的总量会压伫1100万吨以下，而且2035年的目标是所有小土炭的机组全部拢爱停放转备用。安那台中市府去年10月捌开出条件，讲只要台中火力发电厂起1台小天然气的机组，就要拆2台小土炭。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，欢迎台电讲会到做会到，减少土炭，改善空气污染，达成互惠双赢的局面。2部的燃煤机组在中火盖好以后必须拆除，那中加盖好以后呢，那中火必须减煤大概100多万吨哈。那总而言之，这样就可以达到互惠双赢。台电表示，2026年年底进前会有4台小土炭的机组停放，其中2台会随拆掉，另外2台会伫特定的状况才会启动。接落来，还有第2阶段起天然气机组的计划，会送到地方政府来审查。记者尤敏芳、平焕群台中报道。